问题。我跟他从5年前我们就一起并肩作战，然后参与创立时代力量这个政党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非常的难过。那我刚刚也跟他就是打电话然后传讯息给他，我会尽一切的可能来慰留他。Freddy 在立法院的表现，大家有目共睹。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立委。那本党也是因为有 Freddy 跟其他的党籍立委以及16位议员党公职的努力，才有今天这样的成绩。我们都理解，大家有非常多的焦虑。2020，我们都很想把它好好的赢下来，所以这一战，我们诚挚的希望长佐能够留下来，跟我们一起打拼。那我稍后也会再继续努力，希望长佐能够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打拼。社会的讨论，大家的立场基本上差异不是很大。那就是说坚持主权这一块。我想就是说，在时代力量里面，应该没有什么有太大的这个歧义啊。那我觉得就是说，问题只是在说大家讨论问题的方式，就是说，我们希望让本土政权的这个本土政治的力量能够极大化。那具体的这个做法是什么？具体的步骤是什么？也许大家会就是说有一些不一样的意见。那就是说。在一个团体里面，当然就是说，像时代力量这样的政党，有很多就是说，这个也许有很多差异，但是共同的目标、共同的价值，基本上是应该是没有什么不同。这个会议的决议就是认为说要支持就是说本土政权的延续嘛，那剩下的问题只是说在这样的目标的前提之下，剩下的问题只是说在具体的这个策略上，或者是步骤上要如何去做的问题。对，所以我就是说我传讯息给长佐就是说我们在，因为他还没有到决策会议结束的时候他就离开嘛，那我当时我就告诉他说，事实上这个决议的立场应该是跟他的立场，事实上大家的立场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差异。OK。